點解內地供澳門嘅鮮玫瑰內地咁多？係唔係質量升級？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傾下一個我哋每日買餸都會感受到嘅話題。澳門同珠海明明就係一步路嘅距離，好多蔬菜、海鮮同鮮肉，從產地到兩地嘅物理路程差唔過幾公里，點解最終賣俾大家嘅價錢差距經常都可以去到3成甚至5成多？背後唔係邊一方刻意抬高價錢，而係成個供應鏈同市場環境長期累積出嚟嘅現實邏輯。首先要講嘅就係跨境流通嘅剛性成本，同埋供應鏈嘅分層結構。澳門嘅生鮮供應非常依賴內地，單每年頭11個月，內地供應去澳門嘅農副產品就接近40萬噸。所有生鮮種類從內地入澳門，一定要經過報關、檢驗、檢疫、跨境運輸嘅完整流程。呢啲環節全部都要由專業嘅機構去承接。一條供澳生鮮嘅鏈條行完，源頭嘅生產基地只可以賺到8%到10%嘅基礎利潤。負責跨境報關同運輸嘅出口商要預留10%到15%嘅營運空間。澳門本地嘅雜貨分銷商同樣要留10%到15%嘅利潤去覆蓋分貨、倉儲嘅開支。最後直接對住消費者嘅零售端，仲要承擔澳門本地非常高昂嘅營運成本，一層層咁疊加上去，每一段嘅開支都會落到最終嘅售價度。就算珠海貨倉去澳門嘅3噸車運輸成本睇起身唔算高，但係分攤到每一斤生鮮上面，就已經拉開咗同內地本地市場嘅價錢差距。好多人都會問，點解唔可以直接中間商全部砍掉，將價錢壓低？其實呢個係由澳門嘅市場規模決定嘅。全澳門淨係得70萬人口，單一種生鮮嘅每日需求量根本消化唔晒一整車嘅貨。如果冇本地分銷商將唔同種類嘅貨集中埋一齊拼車運輸，物流成本唔單止唔會跌，反而會升得更高。過去幾十年嘅市場運作已經證明，呢啲中間環節唔係多餘嘅，反而係適合澳門細市場嘅必要安排。少咗佢哋，成個生鮮供應嘅效率只會變得更差。第二個核心原因就係澳門本地零售端嘅營運成本同內地根本唔係同一個級數。大家都知道，澳門嘅鋪租長期都處於高位，無論係街市嘅檔口定社區生鮮超市，每一寸經營空間嘅成本都遠高過珠海。再加埋人工、水電、冷鏈儲存嘅開支，澳門嘅生鮮零售商普遍要3成嘅利潤先可以維持正常運作。呢部分成本最終一定會反映喺菜價、肉價上面。同樣一斤青菜喺珠海街市嘅檔口幾蚊就可以賣出去，喺澳門嘅同類檔口要覆蓋租金同人工，售價自然就要往上調。有啲人會話澳門鋪租貴、人工高、成本自然高，呢個固然係事實。但問題係珠海嘅營商成本都喺度上升緊，點解人哋嘅零售價仲係可以維持喺一個合理水平？我哋睇到關鍵在於市場競爭，珠海嘅市場大，選擇多。商戶之間有競爭，自然要提供價廉物美嘅貨品嚟留住客人。相反，澳門市場細，來貨渠道又相對固定，缺乏有效競爭，價格就容易被少數人主導。正因為咁，好多澳門人用對腳嚟投票。我哋唔係貪小便宜，我哋係想用合理嘅價錢買到新鮮、有品質嘅食物。以前有議員都講過，呢個價錢差距對基層市民嘅影響最大。一份微薄嘅人工要應付咁貴嘅餸菜，真係百上加斤。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哋當然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多做啲嘢，好似消費者委員會雖然有公布價格調查俾我哋參考，但更重要嘅係點樣先可以真正引入競爭，打破現有嘅壟斷局面？點樣先可以將批發、零售嘅價格變得更透明？呢都係政府必須正視嘅深層次問題。最後我想講，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物價問題，更係一個關乎我哋生活質素、關乎我哋尊嚴嘅問題。我哋唔想再俾人感覺澳門人就係要捱貴餸㗎，一步之遙，差別巨大。呢個現狀絕對有需要去改變。你哋有咩意見呢？歡迎留言，多謝大家。